来继续来看台北市一个太太坐普悠玛的火车到台南，出现着发烧的症状，采检确诊。代替第一站接到通知了后，马上来做深度的清洁甲消毒。所落来有5日这3天的连假，台铁甲高铁拢唔敢来台伊。像这个高铁就减少着一半的车帮，而且用类煤灰做的方式，让旅客座位让3排到4排。 火车慢慢的入站，验过病毒嘛有可能对咧南来北往。台北一个确诊的个案，案号8338，一个70外岁女性住伫艋舺。5月18下晡为台北市普悠玛到台南25出现规身躯的酸痛甲下潲的症头。 30确诊，代替讲昨已经消毒过啊。事实上，本土疫情升温以来，这个确诊者搭乘双铁的这个案例并不在少数。而面对接下来即将到来的端午连假呢，双铁更是仅剩一对。 代替进前有2摆减班，即包括平常日甲假日，总共97个班次。高铁维持对号入座的措施，连假期间原来自由座拢改做对号。6月7日开始卖票，为了落实防疫政策，嘛减少班次，为本来832班次减到剩464。高铁表示讲会合作替换票的作业。是，我在家里就好了。免会有点。对啊，对，都不会担心啊。 疫情要你看难免的烦恼，防疫也未成功，大家真正都要谨慎。疫情之下，每一个假日拢互这个交通的运输如临大敌，就惊讲坐这个火车呢来来去去，互这个病毒嘛喂来喂去。